才我们点的，再原封不动再上一遍。哎，你说这他妈是不是受人刺激啊？看他一会儿怎么收场。来，继续吃，继续吃。 终于吃饱了，老师好久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晚饭了。哎，你们慢慢用啊，我尿先。廖老师，那个厕所地滑，我陪你去。行，好说，继续。廖老师，要不你先进去，我在这等你。啊，也好，那有人看着我尿不出来。那你等我会儿。 你说他不会酒足饭饱后脱单吧？要些病人呢？那里面呢？你怎么在外面一直守着呀？这有什么的？里面又没有门，又跑不了了。厕所没门，它有窗户呀。药学病，一个言而无信的东西，你到底算不算我们老师？喂，我先走了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 钱呢？钱放哪儿了？钱呢？钱呢？钱放哪儿了？别跟我忙。 你谁呀？我是这孩子的班主任，我不想在这里见到你。消失。梁老师，周安，所谓成长呢，就是让你一个人踉踉跄跄的受伤，跌跌撞撞的坚强。你除了坚强，别无选择。
加油！钟柏同学，我麻烦你能不能告诉我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你终于想通了？再优秀的人，也总有疏忽的时候。你根本不是疏忽，是智商不够。喂，你怎么可以讲脏话呢？好歹我也是你的老师，好不好？你看看你，浑身上下哪一点像老师了？那我拜托你，可不可以告诉我到底怎么了？你把挑战书给了高三一班，叶玉虎他们也只能无奈的接受。比赛后半段，叶玉虎他们找了高三一班和谈，给了3000块钱。所以啊，高三一班上半场是球员，下半场是演员。叶玉虎他们赢了，你的钱大家就分了。我靠，你们这样也可以啊？这怎么不可以啊？有种！我是谁啊？我是 Super Teacher 兵。总有一天，总有一天。这家伙智商是硬上了。哎，廖老师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赶紧去会议室开会。开会？刚才情况我都了解了一下，下面我说一下。为了提高各个班的成绩，校董会呢研究决定了今年期中考试的任务，每个班每个学生平均分为1年1班540分，1年2班520分，2年1班480分，2年2班380分，2年3班560分，3年1班500分，3年2班510分。大家还有什么疑义吗？有，校长，我觉得您给高二班定了380分啊，太低了，这样对其他的班级不公平，会严重影响其他班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。莫老师，这是校董会分析了他们上个学期学习成绩而得出的结论。如果你认为你可以把2年2班教得更好的话，我可以考虑把你调过去当班主任。如果没有别的问题，我们说下一个事儿。下个月呢，全市将举办高中生美术大赛。教育局希望我们学校能派出几个有实力的作品来参赛。苏老师，就由你来负责这个项目。你也可以找几个老师来协助你。校长，我觉得廖老师做事果断干练、细心大胆，非常适合协助苏老师完成这次的工作任务。廖老师不错。校长，虽然我是个体育老师，但是呢，我从小对美术就特别的感兴趣，而且我受过专门学校的正规训练，所以呢，我觉着我可以更好的协助苏老师完成这项任务。太好了，没想到大家都这么积极。那就这样吧，就由莫老师跟廖老师来协助你，好吗？校长，苏老师，我们对你都很有信心的。有些人也太扯了吧！说好请我们去吃饭，怎么还中途跑了呢？这个廖老师，你这么做也太伤害我们大家的感情了吧？就是，哪有这样的人呢？嗨，本来我还打算请你们去露营的，可是你们对我是这样的态度，算了。哇，老师去哪儿露营啊？我好期待哦。哦，是吗？啊，我还以为你们不感兴趣。好，想去的举手。
这件事情暂时提上日程，有空给大家搞个测验，全班及格率在70%以上，我们就去录音。好，现在上课。老师，你也太狡猾了吧？哪有？很公平嘛。哎，叶玉虎，要去吗？这是个好机会，最好鼓励大家都去。至于测验嘛，按照以前的方式进行，别太放在眼里。哎，过节了，过节了。廖老师，学校给每个老师都准备了一份过节礼物。什么？自己看吧。哼哼，这还不把你感动一下？哼哼哼哼，冰云。不会吧？难不成这两个人在谈恋爱？哎，干什么呢？这是？哎，我干什么关你鸟事？证件？没有证件。怎么说话呢？证件。哦，警察叔叔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是这样的，你看到那两个人了没有？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。看了又怎么样？别打岔，证件，证件。是这样的，那个女孩子呢是我的妹妹啊，正在青春期，我怕她早恋。是这样啊？好啊，有什么情况可以报警。啊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喂，小白啊！啊？演出戏。演什么？英雄救美啊！这就到这儿吧，这给你打个赏。阿彪，来接我呀！今天手气不太好。还接？你已经输了不少了，下回吧，好吧？本来想赢他20几万，哪成想这小子输了这么多。傅阳哥，他欠这个钱，催得越紧越好。谢谢。哎，这不是叶玉虎和贝小丹同学吗？放学不回家的，这里干什么呀？姚老师，我刚想回家，看见贝小丹同学了，跟他打个招呼。白老师，你这造型是啊？我这个呢是给我妹妹买的生日礼物啊。哎，对了，叶玉虎同学，你家不是住在桐城路吗？应该是往北走才对啊。我可以顺路送送你啊。好啊，好啊。小丹，一起走吧。哎，对，小丹，一块送送你啊，走，回家喽。现在的孩子都这么早熟啊？哪里像我读高中的时候啊，跟女孩子说句话都会脸红。老师，我们真的只是在大街上偶然遇见的。老师是过来人嘛，哈哈。廖老师，你就别瞎猜了，我们真的没什么。啊，没什么啊。我以为你们在约会呢，原来不是啊！哎，真是可惜啊。叶虎啊，贝小丹是个好女孩嘛，如果你喜欢她，我可以帮帮你啊。老师，帮什么呀？你别乱说行吗？干嘛呢，小朋友？遛弯呢？小白办事还是挺靠谱的嘛，人这么快就到了。
演的还挺像一回事儿的。旁边那姑娘不错，听哥的，把姑娘留下，哥保你安全。关键时刻还是有点确信的嘛。廖老师，你快帮帮他吧！哎，别着急啊，我看他样子还能再打一会儿呢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抽烟？哎，差不多行了啊，我可是跟你们小白哥很熟的。停！小白？你是说飞驰党的小白吗？你们哪个部门的？我们老大周福元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哎，不用打电话了，已经搞定了。喂，你有没有事啊？我没事儿。啊，你没事啊？哎，我有事啊，我先走了啊。